讲到即摆教育，毋若讲希望这囡仔交读册，希望伫咧体育各种方面拢会当文武双才。来看高雄蔡文国小的卡古球队，伫今年全国师生杯卡古球锦标赛，摕到查甫甲组的第2名。即届成绩是真好，互这6位的学生入选到国家队。伫咧今年7月，也要代表着台湾去到马来西亚参加自控制署亚洲太平洋青少年锦标赛，展现着咱台湾囡仔实力。球员夹出来球往网仔弹过，球会反弹。若是对方无随接到球，就当得分。这就是巧固球的比赛。蔡文国小这学生球员今年有6个人入选国家队，摕到台湾U12级出赛资格。球队当中有1位主将，却因为国际赛有限制年纪，致使伊无法度做伙出国比赛。队友嘛替伊感觉可惜。足可惜，因为年纪的关系，无法度通大家做伙出国拍比赛。我想着会使出国去比赛，我会感觉这辛苦拢足有价值。讲到巧固球，台湾成绩是世界第1名。蔡文国小巧固球校队新入10外档，今年球队是参加113年全国师生杯，查甫队是得到甲组的第2名，会甲第1名收伫国小组成国家队。这嘛是蔡文国小10年后，搁再有球员入选国家队，替台湾争光。会以这一次出去的全国赛的一些小小的缺失，然后去提醒往后续的5年级的球员，对后续会有机会，我们会做北上做异地训练的这个动作。伫今年全国赛，高雄市各年级巧固球拢有选手入选国家队，人数嘛是上好一届。教练表示讲，7月要去马来西亚参加2024亚洲太平洋青少年巧固球锦标赛，较歹对付的国家是新加坡，不过因会加强练习，代表台湾摕到冠军回来。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